会咧要开始，美国总统川普正式会讲到台湾军售案，学者判断川普要把这条变作是谈判的空子啊。高雄桥头一对兄弟因为财产超卖好势冤家，阿兄杀死小弟，老母也受伤，警方通报社会局也照杀人罪轮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高雄桥头昨暗时传出一桩命案，这姓金的一对兄弟呢，是因为财产超卖好势转去冤家，65岁阿兄杀死62岁小弟，就连86岁老母去甲接嘛来受伤。这警方是表示讲专案是会照杀人罪来侦办，嘛因为涉嫌到这个家庭暴力，所以通报社会局来提供协助。在暗时7点，一大队警察赶紧来到高雄桥头这条巷仔底要抓人，因为有民众报案讲，这间徛家有人冤家嚷甲大细声，那像佫有举刀啊！警方赶到归随甲65岁举刀的阿兄抓起来，不止个62岁小弟已经倒伫咧涂骹，紧急送病机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我老婆说有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叫，当下我也不晓得，然后呢我就去载小孩子。我回来就看到哇，一大堆警察。因家产问题引发肢体冲突，导致包含母亲在内3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因颈部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表示，阿兄伫外口睡厝，小弟甲老母也阁小妹一家口仔住伫咧遮。因为小弟欠钱用，想要甲厝摕去贷款，阿兄认为不如卖掉，大家分家就好。因为超卖好势去冤家，阿兄去补买举刀杀死小弟，厝边头听到安尼，拢踹一条。40单啊嘞！是40单啊！对啊，我小时候6年级在这边的时候，就看他们就住在这里。因兄弟啊，感情安那？无好啊，感情无好啊。感情无好啊。嘿啊，拢惊冤家啊。本案后续进行遗嘱关怀。并视案家需求，连结丧葬协助、法律扶助等相关协助。目前在遮拄过86岁老母所亲目睭看到后生相拍太死，社会局表示，当事家庭毋是服务中的个案，因过嘛无相关的家暴通报记录，后续会派人去关心，提供协助。记者柯家族教用高雄场报道。另外一宗家庭暴力案件是台北一对翁仔某呢，过去定因为钱项的问题咧冤家。这太太因为无通好忍受这翁婿长期甲骂，已经有去通报，也来摕到保护令。也毋过伫这段期间内，这太太所不幸过往，就连翁婿这人嘛分别送去到病院。到底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详细爱去调查。救护车赶紧到面体救援，警消入来发现一对老翁某，太太倒伫房内，阿妈棍有明显的外伤，已经死亡，身心昏迷倒伫眠床，被送去急救。当然很震惊啊，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件事情连在一起，没有想到这种憾事会发生在阿姨身上。这命案伫台北大安区76岁死者雄雄甲查某囝失去联络，囡仔正着急报案，环境找到暗时7点外到面体查看，警方初步调查，翁某以前常因为金钱问题有咧冤家，是毋是甲案件有关系咧全面调查。现场无外力侵入迹象，双方曾有争吵记录，详细的死因以及案发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案件原因还佫调查，毋过其实死者生前无法度忍受先生长年的危机暴力，去年底2摆做家暴通报，申请的保护令也伫今年初核发，裁定先生严禁可有危机暴力等行为，毋过无强制分开大，即马依然伫保护令期间。另外，新北姚先生不满太太申请保护令，伫家路将人杀害。这高雄有10个人被提分手了，无顾保护令紧踪所了过，伫家路行凶。相信统计全台家暴通报件数，去年比去年增加有13万6千多件，家暴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这几年我们大概会看到是，大部分可能是在一发生就提告。以这样来说，事实上是好事，但是当然又提到是说，好像又可能是实质的一个增加。家暴通报增加，内心基金会分析，家暴和对象的范围扩大，甲大家更加勇敢发声也有关系。不过，怪重视实际增加问题，建议用科技监控设备、监控具风险的家暴加害者等方式来强化。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花莲林田山的文化园区，昨是来倒火烧，因为这园区呢是日本时代的宿舍，所以火是炭了真紧。消防人员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对员工宿舍遐倒火，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那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大火日日烧起来，花莲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传出火灾，因为倒火的地点拢是柴帮的旧建筑，火一个倒起来就袂收煞，直直向后壁也未修好的温泉宿舍烧去。10月暗时6点多，园区内底新华馆后壁圣国的灌宿舍那就开始倒火，因为建筑大多数拢是檜气起的，而且建筑物阁有烧烫，互火势伫短时间内随炭去。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在这个前方的一楼的木造已经全面的燃烧，哦，那它是往后面那个整个山坡上的一些木造屋，哦，进行那个火的一个燃烧，哦，所以它最后把后面的这个空屋全部都烧毁了。花莲消防局出动真侪分队投入救援，现场落毛毛啊雨，也是无通甲大火挡好掉，开点外钟才控制火势。初步统计有3栋建筑物受到损害，加在姓郭的住户一家火第一时间已经走出来，其他拢是空厝，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他是说，因为在客厅那边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啊，怎么很热？就看厨房那边去看，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他说那个电灯那边啊有燃了啦，啊，有人在拿水管去那个。我说你当初没有拿灭火器。住户表示，火灾哪像就是因为电线烧拍电所引起的，也毋过实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这片日本时代传统的宿舍，见证花莲林业100年的发展历史，打煞互大火烧去，珍贵的历史文化受到损害，也互地方居民感觉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经国路的果菜市场呢，有贼仔是趁人无用，这车门无锁的时，就去偷摕这车顶的卡网，已经连续发生3届去啊。一寡头家呢损失是真严重，这产销公司也提醒大家，这车门不管时都要甲锁好条，才袂互人来甲偷摕。贼仔四界看来看去，趁无人注意的时阵，拍开车门偷摕卡网。新竹市经国路的大菜市啊，是在地生意上好的市场。最近传出有贼仔趁摊商当咧无闲落货，偷摕车顶的卡网，因为做生意的关系，皮包仔内底拢藏袂少钱，全拢乌有去。在做生意哦，有时候比如说我袋子刚好是临时客人来，我们就赶过去，这袋子就忘掉了，刚好有一刹那时间，对方看到没有人，然后就走了。自己注意现在的东西。你要叫谁给你用？你讲就是爱家顾好啊。市场管理单位指出，贼拢是趁半暝，摊商无用咧搬货时落手，已经连续发生3件。目前农产运销公司已经大告示提醒大家，不管是拢爱注意卡网，落车时车门嘛要随锁起来，才袂互贼仔有机会偷摕。是因为我们的晚上都是在做批发作业哦，非常多的消费者以及人士呢会来这边做采买的动作哦。那可能业者之间呢，他这个一些包包呢，没有收好，让这个小偷呢有机可乘哦，的立即发起的公告。那请这个业者呢，在针对财务的部分呢，可以做好这个相当的这个管制与保管。警察通报了，目前会先透过监视器抓出偷摕卡网的贼仔，除了期外派人去市场加强巡逻，让摊商有一个安心做生意的所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另外，伫台中南屯的3级古迹万和宫，今仔日透早7点外呢，是互一个35岁姓张的查甫人撞入去甲破坏，伊是甲这竞品呢拢甲车祸倒，也来摔倒身上破坏4座光明灯。警察是甲人带转去派出所，会照这毁损罪来甲侦办。也那庙方也按算要对伊提告讨赔偿。警方接到通报，随赶去台中南屯的万和宫，甲这位姓张的男性压制。他从何北？你跟他弄成这样是把人家庙用成这样干嘛？12号早大约7点，这位35岁姓张的男性入去台中市南屯的万和宫了后，雄雄情绪失控，把倒中的贡品佮正电的细线身上拢车祸倒，边仔光明灯也4拍，互伊弄歹去，佮相关的文物也互破坏。目前已请庙方清点财物损失情形，同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进一步厘清彰显的犯案动机。全案
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法办。那袂使安尼啦，这庙事的物件，这保庇大家平安啊，去共用这算安尼，足有适当啊呢。真侪信徒是惊一条，因为这是当地长久以来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国定的第三级古迹。庙方赶紧派人修好，也甲方算当的神像整理好势。庙方表示，这位男性技术是游民，定定伫遮乱踅。12透早虽然发现伊的行为古怪，不过因为宫庙是公开的场所，无法度禁止伊入来。没办法去挡止他，因为寺庙是信众啊，大家都公共的出入的场所。那他这半年来也都相安无事，所以今天早上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蛮惊吓的。就他会一直看人家啦，一直就是会一直给人家看这样啦，然后民众会觉得他有点怪怪的，然后尤其他看女生也会一直看。庙方表示，目前对运作甲民众参拜无影响，当来看有啥物损失，随后会对男性提告，阁有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台南的敬老卡呢，最近是引起真大的讨论。有议员认为讲，目前这敬老卡干那会当坐公车，袂当靠计停车钱，嘛无点数通好累积，互人讲这是六都当中上界歹的。民意代表是烦恼讲，这偏乡若准无来补贴这计停车钱，是大人要出门看医生，就会加较困难。那社会局是回应讲，主要就是因为这经费无够用，会针对财政的问题重新过来评估。本将大心落车呼士大，才甲车门关起来。这是台南小黄公车司机的日常工作。为了照顾偏乡和行动无方便的时段，市政府近年来推小黄公车，解决偏乡地区看会到公车煞坐袂到的难题。不过，议员这期台南敬老卡的福利，虽然有包含市区公车和小黄公车，到当煞无甲一般的客停车的补助纳进来，嘛无比较其他5都引入点数的制度，互人偏向台南是6都上局的。进出不像年轻人比较方便嘛。那如果说公车，然后偶尔他有需要计程车的话，我觉得补助应该是需要的啦。几都其实针对这个敬老卡都有计程车的点数补助以外，甚至还有这个医疗的挂号费的补助，也希望说台南市政府能够加速的来推动。实际甲6都的交通福利提出来比较卖，台东提供特抓车主补贴，那高雄和新北有点数通扣。颠倒台南目前有缘依持公车免钱坐甲饱的模式，这对身体无爽快、无在调踮路边等公车的时段来讲，便利性确实有差。虽然民众望福利通提升，社会局回应上大的原因是经费上大，若要比较办理，爱个针对财政负担、参政策效益进行评估。比到最后，什么都是要钱啊，钱没有又怎么办？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拿？然后你又在那边发牢骚说政府又在抢钱，这个是两极化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要平常心看待就好。敬老卡能够结合可以坐计程车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视评估整个市府的财源状况，还有市民的使用需求的部分，我们会谨慎评估来研议。目前台南市的敬老卡办卡率已经有8成，社会局讲政策袂当干那看高一项的补助。小黄公车目前有42条路线，今年按算会去扩展，免怎伫财政规划参长者福利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嘛考验市府团队分配资源的智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8月位老师吴桂芝呢接受访问，伊毋但是主张卖军购，而且佮讲这台湾人只要承认是中国人，安尼两岸就会当和平啊。刘一辉是呼吁爱好好啊处理这个吴老师的行为。那老师伊本人呢是表示讲，伫网络的这个发言是伊个人的言论自由，袂伫教室内底讲，所以爱各界毋通想伤济。我自己主张零军购，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1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讲话影片互中共官方媒体下骹的新媒体造成电影音。台北第一女中教师吴桂芝前几天接受网络节目的专访，讲到立法院初八三读通过7800亿军购，说讲支持军购归零。刘会呼吁台北第一女中好好处理吴老师再度配合中共宣传的行为。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表示，爱相关单位进行沟通甲了解。他所影响的是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学生之间会造成不同的意见，在校园教室里面去做争论，这个都不适当。所以老师这么强烈的政治立场的表态，我个人认为不宜。我想老师应该本于专业
这个紧守混迹，不可能在课堂提，他们也不用联想太多，要入人于罪。你霸凌不同意见的人，这算什么？这是台湾的骄傲的民主自由吗？教育部讲，应该以教育行政中立来做核心的原则，呼吁地方政府加强宣导，而且监督学校落实教师法，避免无适当的政治宣传。透过他非常多红统的言论，非常多伤害台湾的主流民意、伤害人民情感的言论，而且很快速的就被中国的相关的媒体、抖音大量制造成一条龙的传播链。如果没有加以自制，恐怕也对教育现场产生了非常负面的效果。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我也是台湾人，所以我支持中华民国要捍卫自主的能力。所以7800亿是我们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共同的共识，我们提出来，我相信这也是符合大多数台湾2350万人的主流民意。不过，另外嘛，这个吴桂枝已经不是单纯的老师，已经是中共伫咧台湾的统战协力者。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就表示，国共绝对无协力，强调支持合理的各项预算，捍卫中华民国无大细心。记者综合报道。川习会就要开始啊！在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是表示讲会甲中国来讨论经贸、中东的局势，也佮有内地应案等等的议题。另外，伊嘛正式会来讲到台湾的军售案。咱行政院长倒用台视回应讲，这台美之间呢是互相信任的。也若学者是判断讲，这中国会针对台湾军售的议题来提出要求，也毋过会当放心的是，这川普呢未甲这条变作是谈判的课子啊。川习会伫即礼拜登场，美国甲中国会讨论经贸、中东战争等等的议题，牵动区域局势发展。美国总统川普伫咧访问中国进前就透露，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核武珠海峡封锁的代志。另外，伊嘛当面要求习近平，就爱甲洪判刑关伫咧监狱内底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立英甲放出来。But Jimmy Lai, he caused lots of turmoil for China. He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He wasn't successful. Went to jail, and people would like him out, and I'd like to see him get out too. 台湾议题部分，川普正式会甲习近平讲到对台湾军售的代志。针对中国笑上台湾的野心，川普认为中国未用武力还台湾，啊，毋过伊嘛警告台湾甲中国两边是握足近的，啊，若美国甲台湾是离足远的。美国国务卿罗比欧嘛伫咧国务院上新的普文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拢有好处。He knows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Very far away, very, very far away. We're just at 9,500 miles. You know, we're 9,500 miles. He's 67 miles. 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那么对台湾军售的代志，会搬去伫川习会顶悬讲，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议员进前就联名致函给川普，讲对台湾的支持，这是袂使摕来谈判，呼吁北京该赶紧通过已经调车真久、高达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案。美方的重要的国家的领导人跟重要的国家的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的改变台海的现状。可能就是川普他在讲完之后，应该是会去表达说他有办法去管理台海的安全，借此去你要说吹捧也可以，或者是说对他自己自身的一个肯定也可以。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只要能够让川普说到军售议题，对于中国来说，或许就是一个成功。德英台强调，台美双方是上会当互相信任的伙伴。啊，若学者分析，川普应该袂甲对台湾的军售摕来当作美中谈判的考子啊。啊，毋过就爱说你中国会摕川普对台湾的发言来操作，生话做一寡认知作战，对台湾散布一寡疑美论、弃台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菲律宾的众议院是正式来通过副总统沙拉杜特地的弹劾案，上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可能互伊2028年是袂当出来选总统的。另外，即马现任的参议员德拉罗莎呢是去互国际法院甲发布逮捕令，目前人要搁秘伫个参议院的办公室。255 members voting in the affirmative, 26 against, 9 abstention.
菲律宾众议院以真悬的票数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地的弹劾案。这个前总统杜特地的查某囝，互人指控滥撒用机密资金、贪污，甚至佮呛声要暗杀现任总统小马可士等罪名。专案刷落来会送去参议院审判。若准互人定罪，沙拉唔但会防免职，也佮有可能规世人拢袂当做公职，就连2028年也袂当出来选总统。Sara Duterte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is a danger to the public. We cannot have a Vice President who is corrupt, who is incapable, being a heartbeat away from the presidency. The country will be at better hands if she is not the Vice President. 杜特地家族的危机也阁唔那一层，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莎是前总统杜特地的新伯，过去执行扫毒战的前警察总长，打也面对司法的清算。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公布对伊的逮捕令，大批国家调查局的探员包围参议院，逼德拉罗莎干来当赶紧走，秘入参议院的办公室。Mr. De La Rosa is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th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f murder, at least between the 3rd of July 2016. And the end of April 2018, during which no less than 32 persons were killed i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国际刑事法院前几日才裁定前总统杜特地必须要面对审判，打查某囝莎拉也面对弹劾审判，扫毒战将也要互人查。杜特地的势力当咧绿化，甲马可士家族拆破面，也互菲律宾政坛大震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洲人权委员会是来发布墨西哥强迫失踪人口的报告，直到2025年6月，这个人数呢已经超过13万个，有真侪是甲这犯罪集团有关系。而且这报告也显示讲，这个案件呢大多数是甲政府放绑是有关系的。一寡受害者家属一惊就惊头，要求政府就要采取行动来解决人口失踪的问题。墨西哥全国的失踪人口数超过13万，数千外名囡仔因为毒品暴力来失踪。这阿母甲其他家属和相关团体行起哩街仔路，要求墨西哥当局好好处理这个问题。除了毒贩的问题，这老母也控诉警察甲官员定定涉案。墨西哥是今年世界卡球赛主办国之一，这阿母也呼吁球迷支持这场正义之战。Es vergonzoso escuchar que quieren cooperar con las víctimas cuando se han encargado de tapar todas las fichas de personas desaparecidas para recibir un mundial de fútbol. Es más importante que salga la foto de un futbolista, que se vea la foto de mi hermano Manuel, que tiene 8 años desaparecido. 美洲人权委员会10日发布墨西哥强迫失踪人口的重大报告。到2025年6月，才有登记的失踪人口，真侪案件确实甲犯罪组织有关系，不过大部分还未破案，而且当局无法度认出失踪者的危害来受批评。报告中佫指出，亲属甲受害者团体伫找找失踪人口的方面是发挥正大的作用。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constituye una grave crisis de derechos humanos en México porque es generalizada, indiscriminada y continúa ocurriendo por los altos niveles de impunidad. Al cierre del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en 2025, el país registraba más de 128.000 personas desaparecidas y se estimaba la existencia de alrededor de 70.000 cuerpos bajo custodia del Estado sin identificar. 报告中佫指出，失踪事件对移民、妇女、原住民、记者和人权维护者影响是佫较严重。公共政策组织墨西哥评估也发现，因为组织犯罪集团的势力紧来紧大，过去10年的失踪人数增加200%。就安尼，人权团体甲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采取佫较有力的行动来解决长期存在失踪危机。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经济消息来看，在美国四大指数拜一起收红，那台股呢，今日早盘也起来到42157点，创这盘中的新关价。即摆市场关注的焦点，也阁有这台股主动式 ETF， 今日也来挂牌，早盘呢是起到10.9，就连这官网呢嘛对咧动点拢安尼袂叮当。分析师是回说讲呢，这主动式的 ETF 其实是较高变动的，所以呼吁投资客都要加加注意。拜一美国四大指数收红，尤其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气势是有够强，收盘的时阵起差不多3%。那韩国股市是自起变做落，早盘上加7421块，跌超过400点。那日股市起落落了后，股价才阁升起哩，差不多伫1%的范围内底来来去去。
若台股这台车伫拜二是愈开愈紧，早盘冲起哩42157点，拍破盘中上悬计小的纪录。啊，毋过续落来受到韩国股市跌落来影响，台股嘛对咧落，尾手台股则搁冲起哩挑战42000点的大关。下半场的时候，台积电我们要看台积电表现。如果台积电呢能够呢，今天能够收红的话，止跌收红的话呢，今天台湾的加权指数呢应该收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分析师认为，拜二台股的加权指数、宽达股的走势是关键。像讲台积电的股价就先起去，才搁落来，落落来才搁纠转去2235块以上。若台达电甲鸿海，这细面就搁较软正，盘中跌超过1%。另外，最近台股主动式 ETF 3支咧挂牌，拜二搁出现新的 ETF 00403A， 开盘的时间一到，官网除了吊车，若成交量嘛突破上100万张，股价明显是比伊的净值搁较悬，甚至上悬的计数来到10.96，只是这主动式的 ETF， 大家这么爱，经理人会使随时按趋势来换成分股，这外界就烦恼讲，那乖乖欠股的人，敢会去互伤害到咧？过去的纯股族，他可能不会常常的换股，但是主动式的 ETF 一旦有风吹草动，如果是利多的话，它也马上资金就去立即追捧，会造成连续的涨停。但是利空的话，它也是毫不留情的会砍，那所以在跌势的时候也会加速，所以助涨助跌的效应是会有的。专家分析，虽然主动式 ETF 可能会让市面上高一支的股价起落较明显，不过预期今年台股主要的重点，有关是放伫咧 AI 相关的概念股，因为这基本面真好，所以伫咧年底进前有机会台股会冲起哩5万点。记者综合报道。这台电要来换标头甲利行，也毋过最近呢，煞因为这设计的问题来引起真大的风波。台电这方面是表示讲要调整因的企业识别系统，主要就是希望讲会当有新的意向。这新的甲旧的 logo 拢是由台电来注册。另外，也阁有中油公司呢，本地嘛是想要来换这 logo， 目前是暂时甲案例。挂在台电公司大门口这款旧的 logo 启用至今已经超过30年。不过近期台电公司更新企业识别系统，换了字体，引发争议。另外，更有民众收到新款账单，发现颜色变了，由蓝转绿。摕到上新一期电费小单，未少民众发现无同款啦。想起过去一般用户小单底色是蓝色的，即马若是 logo 也改变底色，台电阁亲自回应。那本来就是有这样不同的颜色，它就是一个蓝绿色的一个呈现。这个其实是搭配我们80周年的一个活动色系。台电解释过去都有绿色小单，意思是欠打小单，还是临时用电户。这一摆一般用户收到是拿绿色是80周年特别限定款，也强调是爱现有印在牌顶，无另外开钱。上受注意的 logo 字体运用，台电表示，新旧标识拢由台电注册，会采取保养的做法，由设计师立用金所做的字体，将会放伫所谓化产品，包括 App 完工名片，也是刊物印刷品。另外，台电全台建筑物、扛棒、人手扛、车辆标识等，拢维持原来旧字体。更较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关系民众票簿6月、下季电费都要交。家庭主体平均每个月电费会升到1084块，比毋是热天的时期增加446块，起码7成。电费的增加，我们也分析过，大概有70%是因为用电量的增加。那至于大概是27% 的部分，才是因为是那个下月电价实施的关系。换 logo 风波团烧，中油公司也承认，原本有换 logo 的计划，赶快是由有名设计师立用金来做。要考虑说，如果去改的话，要增加多少成本、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是蛮高的，你所有 logo 都要改。所以目前是暂停状态。中油发声明强调，企业识别优化调整，要经过内部充分沟通，加利害关系人的认同，决定暂缓实施。台电中油继续了钱，尤其中东战术无明朗，财务的空棚恐惊会搁扩大，钱若无开伫爱开的所在，拢会放大减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国际护理师节，这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讲，若准行这3班护备比政策的跳票，安尼后一轮就爱搁转互赖清德。这款言论无想到煞引起在野的批评。白也是讲，这赵宗良呢根本就是咧练小话。也若赵宗良伊是讲，其实这政策必须得爱有计划、照步来行，会赶伫赖总统任内来完成。
为着改善护理职场的环境，立法院三读通过，甲3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法。不一个卫福部宣布有2档的缓冲期，2028年5月7日才会正式起稿，互护理界真不满。民主党团12召开记者会批评讲，卫福部长赵忠良若欺骗基层护理，搁浪水火讲，跳票到2028才搁到赖总统，甲护理师的权益当作是选举的牌子啊！施中央部长那时候成为诈骗集团的首脑，要我们护理人员被骗一次，还要再被骗第2次。也拿时代力量、基进党等等足侪议员参选人，嘛到立法院均宪楼头前召开记者会，呼吁卫福部停止用眼前的战术伫咧拖，强调3班护病比若是劳资的议题，搁较是医疗安全。当一个护理师爱详细照顾真侪病人。病房的变化，若要发现问题，会延前，摕药啊，甲处理的风险嘛会增加。受影响的是所有的病人甲家属。卫福部长赵忠良就表示，3班护病比起稿无跳票的问题，不过政策必须要有计划，一步一步豆豆来。3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政府的重大的政策都有其延续性，所以我们会在3班护病比入法之后，行政院、卫福部跟所有的医师团体、医护团体，我们在研究如何让未来的配套能够更为完整。赵忠良指出，3班护病比若是单一的政策，更较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若要避免病院大规模的关床，会影响民众看病的权益，而且佮强调，赖总统就任以来是投入医疗资源上济一任总统，包括健保总额、甲健保点值调升等等，未来会继续推出护理人力12项改革计划，包括人才培训、改善工课环境等等，希望会当为制度改善护理人力长期流失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医美集团的偷窃案件是继续咧滚价，包括着桃园圣基诊所，也佮有高雄公德诊所，即马拢互检方来甲搜查。卫福部长赵忠良伊是强调讲，这诊所的内底呢，若准备伫咧诊疗空间来录影，安尼拢爱经过患者的同意，会佮开会来讨论相关的规定。卫生局人员完成稽查出来，连锁医美集团偷窃风波扩大。桃园市卫生局甲检警10日起，圣基诊所桃园店稽查搜索，再靠电脑主移动设备甲客户资料做调查。他们虽然说没有，不过我还是要把它退掉了，因为怕以后它被停业。同款有偷窃证据封调查的公德医美集团，高雄市卫生局早起也到辖区内分院稽查，检警证实高雄分院无经过患者同意，伫诊疗室装监视器，翕真侪人会就半身等温书部位，因为妨害避避属告诉乃论，希望患者勇敢出面指认，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呼吁若有于115年1月起至5月8日止前往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之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设专线要协助民众捍卫权益，毋若讲到另外一间公正美学诊所一只大告示体制有监控，强调监视器向壁至收音，和卫生局稽查线民。咨询室、手术房及观察室等均设有监视器，为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部分诊疗室镜头有拍摄到病人脸部，与诊所宣称监视器都会面向墙壁之说法不符。面向墙壁其实针对的是除毛室，患者会穿的比较少的地方啦。部分诊前拍到人的脸部，是因为那些地方是比较针对脸部的治疗跟疗程。我们的手术其实都有签相关的同意书。卫生局将监视器影片调走，交予检警赔清。卫福部说明，诊所要伫任何诊疗空间录影，要经过患者同意。相关部门13会开会，明确要求落实规定。相关的设备主要是以公共区域为主，那么来确保这些安全。那么如果是在诊疗的空间要进行录影的话呢，那么必须是在这个病人的知情之下，那么才可以进行。赵忠良强调，会用上严厉处分，也要求地方政府扩大稽查。为爱尔利甲公调等，目前已经有4间医美集团涉嫌偷窃。负责认定陆续奉调查约谈，其中公调创办人王兆辉搜索进程都飞去中国失联，检方呼吁王兆辉赶紧回国说明，并对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好，来看即几天来是小煞安尼逼出医美诊所偷翕案的代志，其中伫咧台南建医明的即个分店嘛来查到健康的设备。这建医明呢，伫咧屏东市的分店，屏东县的卫生局伫咧10到11是连续2天拢要去甲稽查，也毋过这诊所煞拢无开门，一直等到昨下晡，总算是联络到即个负责人，今仔日早起入去甲稽查，目前是无发现任何违法的设备。第3天啊，铁门总算拍开，卫生局人员和警方做伙进入建医明伫屏东的医美诊所稽查。屏东卫生局表示，11下晡4点半就联络到姓吴的负责人，因为伊伫台南配合调查，所以一直无法度接电话。调查了，就伫5点左右请员工开门，顺利进入屏东分店稽查。卫生局讲，暂时无查到违法的监控。本局经多方联系吴姓负责人后，于5月11日下午5时许再次至现场稽查，现场查核未发现与通报案件相同款式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美容诊所偷翕事件小煞逼空，找到台南建医明中西区的分店天棚，嘛有发现监控摄影机。随通报检警调查，屏东卫生局接到通报，初10早起到屏东仁爱路的分店要稽查，诊所所表示礼拜休困无开，11早起到场，诊所个临时公休，互人怀疑是毋是咧闪避。到11下晡才联络到交保的负责人。另目前已完成全县12家医疗机构及1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作业，皆未发现有针孔设备，后续仍将持续扩大追踪调查。卫生局说明，建医明屏东分店的1楼是共负责人的眼科诊所，6楼有眼科的开刀室，拢是合法的医疗机构。美容诊所内底4间房间嘛无发现监控。卫生局呼吁民众若拄到阮书的侵害，会当赶紧通报卫生局，也是卡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来看，今仔日早起11点半的时，新北市淡江大桥正式来通车，有袂少人呢一透早就去到附近的等待，想要第一时间就来体验爬上桥顶的感受。也毋过，其实这现场状况是袂少，有这在地里长甲民意代表是不管无受到邀请来参加这通车进前祈福的仪式，去到现场来甲抗议。拄开放通车，淡江大桥机车道虽出现车阵来太车，不过伫透早10点外还未开放通车进前，竟然有一位男性骑机车去哩淡江大桥，伊是对八里挑工违规上桥的。我们前面有做拦截，你为什么强冲？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我做这件的起因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别人的安全呢？你有没有想到？违规上桥，搁骑汽车道，这位男性当场互带转去警局，车是刷违保管。因那伫淡江大桥通车进前，交通部公路局早时举办祈福祭拜仪式，不过地方的里长甲民意代表未爽无受邀请，就靠来伫外围抗议，互警方挡落来。部长！我没有想到说我们中央政府、我们交通部如此的蛮横、如此的无理、如此的不礼貌。我们的活动已经办了10几次了，所有的里长跟民意代表已经来了不下4、5次以上了。那今天是我们的内部的祈福的活动。淡江大桥开放通车了后，淡水甲八里2个所在也有全新的交通模式。新北市府也规划4条新的公车路线，13正式上路，不过爱先预约。另外，新北市交通局也提醒，禁止伫大桥四边飞空翕机，若违规上重会当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自导中心呢是来宣布中央社会主体第2季已经开始申请，主要是要来推出台南新市安居，也阁有高雄的福山安基金2案，拢总是890户，全部拢是伫咧南部半导体产业的生活圈。也若配合着即卖主体法的修正，国家自导中心因是讲，这婚育户呢认定是扩大到18岁以下还未成年的囝儿，也就是讲包括着国中甲高中这育囝的家庭，嘛拢算在内。一栋新起的社会主体伫台南新市区，吸引真侪有税厝需求的民众注意。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拜二宣布，中央主体第2季开始租人。这摆主要推出的是台南新市安居，甲高雄的福山安居2案，拢总有890户。2个新案拢伫南部半导体产业生活圈，希望会当支持在地居民的客家需求。台南的迄个新市，甲高雄的福山。2个合起来大概有890户，南部台积电科学园区啊，形成一个足好的迄个科技的廊带，所以对于
未来这些发电的民众吼，应该对居住帮助足大的啦。国家主导中心嘛讲，配合主体化的修正，甲育家家庭认定为原本0到6岁扩大到18岁以下也未成年的囝儿，也都是有高中生育囝家庭嘛算在内，都是希望社会主体主管会当如瓦见民众实际的需求。但是在住宅法修订之后，那从本季的社宅交租开始，那我们也扩大，就是在这个婚育户的部分，育有7到17岁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可以纳入我们这一次婚育户的保障范围。国家主导中心讲，社会主体唔但是咧照顾优先户的弱势族群，因为弱势住户敢若占4成，连倒有6成是一般家庭嘛会当申请。国家主导中心嘛讲，这摆4案包含桃园市的桃园区、朱文安区、甲台南市东区、新都安区 A 校补，按算会阁释出207户4案，伫5月22开始会当申请，上紧伫12月初1就会当大入去。希望互主这家庭有稳定的徛家通大。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这高铁要起到宜兰是国家的大建设，也毋过即马呢煞受人质疑。起到监察院顶前的团体，因是来整理5大意见，讲即马这民众参与也有社会沟通呢，其实拢无够。另外，高铁特定区要为190公顷增加到420公顷，这嘛欠一个立论的基础。为着要解决宜兰火车车帮少甲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交通部2009年提出代替台北南港至花莲提速改善计划，也就是北宜直铁。也毋过牵涉到翡翠水库集水区可能受影响，加上减省时间效益有限。去年改变计划要规划高铁延伸到宜兰，牵涉到420公顷的土地开发。有在地居民讲，真侪人连高铁要安怎行，土地敢会去互政府定收都无清楚。我们要消灭农地，那它的必要性有没有好好的讨论？那宜兰有农田、有聚落、有生活，它不是一个空白一片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求，就是行政院在核定之前，一定要停下脚步。那交通部、铁道局还有宜兰县政府，应该要公开透明，重新评估，与公民深度的对谈。有民团批评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工程费要开3521.8亿，却欠缺详细评估甲沟通。去年影响监察院顶前调查报告嘛，在5月初7公布。监察院指出7项缺失，包括高铁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甲进前的直铁方案用要收工，也有决策欠缺全面比较分析甲民意沟通不足等等。民团要求政府的计划就要先暂停。他把直铁的方案的这个可行性研究计划，整个计划直接就转到高铁，然后补上17页的可行性研究，然后把整个计划就变成了从原本是一个直铁的评估方案，变成了一个高铁的评估方案。监察院报告里面已经特别提出来了140栋跟240公顷。可是这些地方分布在哪里？而高铁在铁道局在推动的时候，他只是讲说，这个到路线还没做最后的确定，刻意的隐匿这件事情。针对高铁计划，宜兰县府拍算在125年完工通车，高铁站要设伫咧县政中心附近。也毋过民团表示，在地人毋是反对交通建设，是希望按有照正的规划，尤其是县内交通要优先改善。民团呼吁行政院暂停宜兰高铁计划的核定，甲地铁方案列入考虑，好好补办天数，强化甲民众的沟通。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南投民间乡要来起焚化炉，即马是犹搁咧炒。二阶宽屏的这界定会期呢，已经开9天啊，这也创下历史的纪录。即马南投县府今仔日甲明仔载，搁要办2天的会期。有环保团体甲在地居民呢，是批评这县政府根本就是硬要来起。因那环保局是回应讲，其实逐摆的开会，拢有针对这环团甲自救会这期来进行讨论，一切拢是依法办理。民间的乡长冲入去官员历史的所在，本马南投环保局长顶日一议会公开表示，反对起焚化炉，真侪拢毋是在地人，气袂过，自会以上向环保局长谢冤。民间乡焚化炉案争议阁也未收煞，自今年1月底到今。二届宽屏范围界定会议拜二开第9届，环团甲当地人抗议南投县政府黑白母一日开会已经创下纪录，嘛批评县政府假依法、假科学、假民意，拢讲白贼话，就是硬要通过甲焚化炉起至民间。法令限制民间乡
它写5啊，特定农业区它有规定，尤其是农业部一直提到说，你要在这边盖焚化炉，要变更地目啊，变更地目的时候需要有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你没有符合这3个原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去变更地目。不过环保局长会议，逐届开会拢有针对环团个自救会的质疑进行讨论，环境调查范围嘛讨论过替代方案。针对外界质疑，这个案也未过，县府就先动用1亿的环保基金买焚化炉预定地。环保局嘛强调，定序一切依法。种咧至于讲代替的方案，阮拢无讨论这代志吼。其实阮的会最主要拢会评估2个项目，第一就是代替的项目，第二就是阮应该调查的范围跟内容。那阮进前已经2天的时间拢咧讨论代替方案。环团嘛设于一场会议，无专家会当讨论焚化炉对动物生态的影响，所以要求停止开会。不过意见无互人接受，抗议的民众徛去桌仔顶，有人倒一涂骹，要主动开会，现场嘛不时出现激烈的冲突。记者安秀南投报道。逐当的5日节前后呢，是这鸡仔鱼生卵的季节。宜兰大溪龙潭湖迄带呢，有社区是来起一个生态园区来甲保护。最近是因为要来做这道路的工程，所以社区参地主伫协调了后，甲这水道甲留落来，互鸡仔鱼免受干扰，会当安心来生卵。大阵鸡仔鱼伫溪仔口聚集，准备收起哩溪头生卵。这是逐年5月节前后，宜兰大溪龙潭湖会看到的生态现象。不过，即卖的溪头煞变做工地。工地原底是当地社区争取经费，要起鸡仔鱼的生态园区。即卖煞有私有地地主办理多次计划铺路的工程，按算9月才会完工。拄好抢到鸡仔鱼生卵期间，因为鸡仔鱼会登去出事的所在生卵，社区金项工程单位参详。既然工程在进行，呼吁让它继续，咱嘛要搁继续做这个外来种移除。经过大溪乡公所协助，工程单位答应施工期间也会留一撮互鸡仔鱼收登去溪头生卵。工程的内容也包含起生态园区，互龙潭湖会当继续保留鸡仔鱼生卵的生态景观。原则上主要就是我们顾问公司配合他们去在施工过程尽量让顾鱼保有它原来的那个习性吧。长期关心鸡仔鱼生态的龙潭村村长李志文表示，目前观察到的鸡仔鱼体型是比英国较大尾，应该是社区最近几年掠外来种有效果，今年会继续掠。虽然园区暂时因为工程未当互人参观，不过相信配合生态园区的登记，明年会以更较好的状态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锋面停留的影响，今仔伫台湾东部甲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含金门、马祖会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是侪云。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